各位觀眾，早晨！咁今朝係楊國仲同大家講天氣。過去一兩日咧，我哋嘅天氣麻麻地啊，比較多雲，陽光咧亦都係比較少嘅。咁今日嚟到係星期五啦，天氣情況會係點呢？咁其實今朝咧，如果大家喺西灣河望出去啦，可以見得到能見度都相當之好。不過咧，雲量仍然都係比較多嘅。咁其實唔淨止係香港啊，如果我哋睇翻大範圍嘅衛星雲圖都見得到啊，其實整個華南咧都係比較多雲嘅喎。不過咧，啲雲同雲之間仍然都係有啲罅隙嘅，咁所以我預計今日日間咧部分時間天色會比較明朗嘅。至於氣温方面係點咧？可以睇睇呢個今朝嘅各區最低氣温分佈圖啦。咁今朝各區嘅最低氣温相當之平均嘅，大約係22度左右。咁我預計今日嘅天氣情況會係大致多雲，初時咧仲會有一兩陣微雨添。不過日間咧部分時間天色會比較明朗嘅。咁今日嘅最高氣温，我哋預計大約會有26度。風勢方面咧，就會吹呢個和緩嘅偏東風。咁嚟緊又係星期六、星期日啦。我哋預計嚟緊嘅一兩日啦，華南沿岸地區咧仍然都會繼續受到東北季候風嘅影響。咁不過去到下個星期初期嘅時候咧，天氣有啲轉變啦。華南沿岸地區咧預計會轉吹翻一啲偏南風喎。咁換句話講啊，就會開始受到一啲比較暖啦，同埋係潮濕嘅海洋氣流影響。咁嚟緊嘅一兩日，我哋預計會係部分時間有陽光。咁不過去到下個星期初期嘅時候，當受到海洋氣流影響啦，我哋預計一早一晚沿岸地區咧有機會有薄霧嘅出現嘅。而個最高氣温咧都會有28、29度左右嘅。好啦，呢一節嘅天氣報告就講到呢度，多謝大家收睇，預祝大家有個愉快嘅週末。